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快訊。今日要同大家跟實一位由戀中爆紅，依家事業愛情雙收嘅女神配對，女神葉倩文 Sophie 同埋佢嘅揾銀拍檔曾展望 GM， 兩個憑節目成為嘅情侶，唔單止成日放閃，仲密密接 job、廣告、活動、show 都見到佢哋身影，真係變成揾銀 CP。最近 Sophie 仲再下一城，正式踏足樂壇。為 TVB 外購劇《機智女法醫2》獻唱片尾曲《兌現永遠》，做人生第一首正式劇集歌，完成自己嘅歌手夢。講到工作排到密麻麻 ，Sophie 同 GM 早前又飛咗去泰國拍新節目，今次仲要係同前輩模範夫婦王祖藍、李亞男一齊，主題就係體驗退休後可以點過生活。聽到個題目都覺得好 chill。Sophie 接受訪問嗰陣就話，今次去嘅係一間當地一站式養生度假村，行程雖然好趕，但玩得好盡興。最特別就係佢哋專登去到一間有成250年歷史嘅古屋入面學潛水，又試咗一間由舊藥房改建而成，攞到米芝蓮1星嘅泰國中 fusion 餐廳，食好嘢之餘又好啱打卡。Sophie 都笑言，上一次去泰國已經係10幾年前，今次一落機覺得好多嘢都變咗。無論景點定城市，氣氛都好唔同。佢話希望遲啲可以真係攞幾日假，再唔使拍攝咁趕，慢慢行街食嘢，享受客同 GM 嘅旅行時光。講到今次合作嘅拍檔王祖藍同李亞男 ，Sophie 都大讚兩位前輩好好相處，完全冇架子。佢透露其實節目暫時已經喺香港同珠海拍咗2站，今次泰國呢一程，祖藍夫婦係喺拍攝最後一日先飛到埗。所以相處時間唔算好長，但對方已經願意分享好多經驗同故事俾佢同 GM 聽。Sophie 同 GM 都係為食之人，祖藍夫婦就好識做，推介咗好多嘢食香港餐廳俾佢哋，變相私底下都多咗交流。Sophie 仲話，祖藍兩公婆本身性格好好，又好照顧後輩，成個拍攝氣氛好快就變得好放鬆，好似一班朋友去旅行咁。拍到臨尾收工之前，祖藍仲好有心請晒成 team 人去一間港式餐廳食飯，大家食飽飽之後就即刻趕機返香港。雖然行程密集，但睇得出 Sophie 係真心 enjoy 呢次前輩夫妻加上戀中 CP 嘅奇妙組合。立即訂閱我哋頻道，記得撳鐘仔，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。講返 Sophie 同 GM 兩個本來喺女神配對計劃節目入面慢慢擦出火花，由最初大家覺得呢對幾甜客，到大結局之後正式成 CP， 網上討論度一直高企。落咗節目之後，呢一對 CP 人氣完全冇退燒，反而越嚟越紅，每次都引爆全場尖叫聲。商場活動、brand 合作、綜藝 show，基本上都見到佢哋捆綁出現，兩公婆式互動已經成為招牌賣點。難怪大家叫佢哋係揾銀 CP， 因為無論商演或者節目都好揾銀。最有趣係GM 成日喺公開場合男友力 Max 會幫 Sophie 留意裙擺、行路安全，又會舉牌做頭號粉絲，喺台上台下打氣。呢啲細節就係令 CP 粉最心動嘅位。對於佢哋嚟講，戀中冇停喺節目播完嗰一刻，而係成功延伸到現實人生，呢一點都好難得。除咗情路甜蜜， Sophie 喺事業上都正式開新章。外購熱播劇《機智女法醫2》喺翡翠台播放。主題曲方面，片頭歌由星夢傳奇出身嘅林志樂 Felix 翻唱連詩雅嘅路在方你在旁，而片尾曲就揾嚟因女神配對計劃爆紅嘅葉倩文獻聲，歌名兌現永遠，係 Sophie 人生第一首正式推出嘅劇集歌曲。Sophie 喺 TVB 獨家訪問入面都講到，自己原本為新一年定下嘅目標就係想喺音樂方面再發展多啲，點知就突然收到劇集邀請，覺得成件事好神奇，好似宇宙聽到佢嘅心願咁。對一個本身係透過戀中入屋嘅藝人嚟講，可以以歌手身份喺劇集片尾出現，絕對係一個好大突破。不過機會嚟到，壓力都一齊嚟。Sophie 就坦言，第一次要獨力挑戰片尾曲，加上近排工作量多，錄音期間經常休息不足，聲線狀態好唔穩定，令到整個過程充滿挑戰。佢亦有分享呢首歌本身唔算易唱，音域同感情都要控制得好好。
今次係佢第一次喺專業錄音室由頭錄到尾完成一首歌，所以成件事對佢嚟講唔只係一份工作，而係一個關於夢想同自我要求嘅考驗。向來對自己要求好高嘅 Sophie 都話知道自己仲有好多進步空間，唔會因為出到第一首歌就自我滿足。好彩今次有監製劉奕星 Alex 喺旁邊好悉心咁指導，由聲線運用、情緒投入到咬字細節都逐樣拆解，令 Sophie 可以一步步完成錄音。佢話會繼續落足心機鑽研唱歌技巧，希望將來可以帶更多唔同風格嘅作品俾觀眾聽。立即訂閱我哋頻道，記得撳鐘仔，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。最甜嘅位就係 Sophie 講起兌現永遠嗰陣，將呢首歌形容為自己人生嘅第一個歌曲 BB。就算將來出多幾多歌，呢一首都一定喺心入面有個好特別嘅位置。佢都好真誠咁講，歌曲仲未正式全面推出，暫時唔知道觀眾會唔會中意，但自己已經好珍惜呢次機會，亦都好期待大家聽到之後嘅反應。中意 Sophie 嘅觀眾，相信一樣會好似佢對歌咁樣，用好多耐性去見證佢一步步成長，由戀綜入面嘅真實女神行到今日可以唱劇集片尾曲，其實已經係一種兌現承諾，兌現咗對自己講過要喺音樂路上行多幾步呢個願望。為了慶祝呢個演藝生涯的重要里程碑，葉倩文昨晚亦在社交平台分享與男友真展望 GM 共進壽司大餐嘅合照，甜蜜又幸福。有趣嘅係，葉倩文在貼文中幽默地稱呼男友叫做 General Manager， 即係總經理，借此呼應男友名字，縮寫 GM， 以及甜蜜感謝對方請客慶祝，相當有心思。綜合而家睇到嘅發展， Sophie 同 GM 可以話係新一代戀綜 CP 嘅成功教材。節目播出期間，兩個人喺鏡頭前用真性情贏到觀眾好感。完咗節目之後，佢哋冇即刻退後，反而更加落力經營自己嘅工作同感情，令到 CP 人氣唔止冇散，仲越滾越大。一方面，兩個人以情侶檔形式接 show、拍節目、出活動，將愛情事業線綁死一齊，變成品牌同觀眾都好容易記得嘅形象。另一方面， Sophie 又開始發展個人音樂路線， GM 亦繼續喺演出、戲劇、綜藝上面加強曝光，兩條路線互相加持，等到佢哋唔再只係戀綜 CP 咁簡單，而係各自有代表作嘅藝人。對於 fans 嚟講，最好玩嘅就係可以一邊追住佢哋嘅感情進度，一邊睇住佢哋喺唔同範疇開花結果。下次可能係旅遊節目，再下次又可能係音樂會、劇集 OST， 期待值自然就一直 keep 住喺度。好，今日呢條片就同大家由泰國養生度假村講到返香港錄音室，再由戀綜 CP 講到揾銀 CP， 加上樂壇新星，睇得出 Sophie 同 GM 而家真係行得好充實，好忙碌。你哋又點睇呢一對 CP 同 Sophie 正式踏足樂壇呢？快啲去聽兌現永遠，加上真係好期待將來有 GS 嘅合唱情歌。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小鈴鐺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最新娛樂快訊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